搁这抽飞机。谁打我媳妇儿？谁打我媳妇儿？不用打我。谁打我老公？谁？老公，我想吃那个。好，我带你去吃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媳妇儿，今天你过生日，我特意给你个惊喜。老公，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我操！虽然昨天的购物车轻，但是今天去商场买了好多东西，他好开心呢。你摔着没事，给我家大狗摔坏了，你猜？你虎处。哇，现在好使，好使完你上挂科号。给你吃吧。上挂科号。98K，我98K 上你就头跟钟。啊！来了，行，好久了。留住你的战损。哎呦我操！你吃了10号。哎，这不是视频的吗？吓我一跳！你妈逼！吓死你！吓我一跳！再点了！吓我一跳！我可以相信你们吗？必须的！加油！兄弟们，这是我给三娘准备的气球大蛋糕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，刺不刺激？我拿回去，当他要吃的时候，嘣！兄弟们，双击加关注，小样儿。
你有病啊！你干嘛？哎，莫来吧，啊，莫来。你不知道很冷吗？知道啊。知道。不穿衣服，傻逼啊！